以色列战机23向黎巴嫩南部、东部真主党总共1300个目标发动攻击，至少有492个人死亡，超过1645人受伤。这也是2006年以色列甲真主党战争以来死伤上重的一天。 黎巴嫩南部沿化城市西东，天顶规个拢青烟，真侪人赛车走着机会要逃走。就伫咧以色列公正扩大对真主党攻击的时阵，南部百姓接到简讯，讲你人若是伫咧藏着真主党武器的建筑物内面，就要赶紧离开。 بدأت تضرب ولا تكفي يعني عم تزهق السيد حسن بلش حرب 以色列伫咧过去24点钟久，向黎巴嫩南部甲东部真主党大约1300个目标发动攻击，造成大规模死伤，包括伫咧贝鲁特有针对性的攻击。根据真主党千军人士的讲法，这个目标就是真主党第3号人物南部战线负责人阿里卡拉基。 المتمادي على لبنان حرب إبادة بكل ما للكلمة من معنى. 真主党也有军火库几600万粒火箭弹加弹药，便加救护车被摧毁。阿拉伯国家严厉谴责，国际社会希望双方拢退一步，并且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的危险升级进行监护。伊拉克希望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开紧急会议。 אני חושב שהיום הזה זה גולת כותרת. ביום הזה למעשה הגענו למצב שעשרות אלפי רקטות. 因为伫以色列第3大北部港口城市海法，空袭警报若响的时阵，大家拢疯狂找所在避。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超过200粒火箭弹，以下枪队就要满1年的时阵，以色列自过去打击哈马斯目标，一直轰炸加沙，即马甲重点转到北部的边境，改制锁定背后有伊朗伫咧支持，三不五时就向以色列攻击的真主党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